今日教大家畫一啲夏日嘅日系插圖。我覺得最有代表性嘅係刨冰，佢嘅結構好簡單，下面有個紙杯，上面有一座冰嘅小山丘，中間會有冰嘅漢字。個字陣間會填顏色，所以我畫咗空心字先。今次填色我最主要都係用水彩毛筆，用呢一隻寶藍色去畫杯上面嘅波浪圖案，再用 Muji 藍色水筆框翻個外形。中間空心字嘅地方呢，就由鮮紅色上去，上面冰嘅地方用淺藍色嘅水彩毛筆，用畫點點嘅方法填顏色，頂部較為密集，底部留翻多啲空白位。刨冰除咗用傳統嘅紙杯裝之外，仲可以用靚靚嘅雪糕玻璃杯。通常呢啲玻璃杯呢都會有呢一種基本嘅凹陷花紋。今次嘅刨冰山丘上面就多咗一劈醬。冰呢本身就冇味道嘅，咁所以就會加翻一啲甜醬啦，令到杯冰可以做一個甜品。點呢個淺藍色嘅時候都係上密下疏，上面就係紫紅色嘅草莓汁，同樣地都係用點點嘅方法去填滿，邊緣唔需要太清晰。之後拎翻支淺藍色筆出嚟，喺草莓醬上面再重複點點，呢兩種色混合之後呢，係會出現咗唔同深度嘅顏色。靚杯個支羹呢，由翻灰色去做金屬嘅柄，紙杯裝嘅話就用薑黃色去扮條木棒。透明玻璃杯本身係白色透明啦，咁但係都會加翻啲淺藍色同埋一啲粉紅色去做光影。夏天呢，亦都會令我諗起日系嘅風鈴，成日都覺得佢好似一個水母嘅形狀。由於上面係透明嘅玻璃，咁都係用翻淺藍色去畫翻啲光影。至於風鈴嗰張紙上面，右手邊嗰個就畫咗日系嘅金魚圖案，右手邊呢就畫咗竹林嘅圖案。由於風鈴會隨風移動，所以就喺側邊畫咗啲 motion。夏天攞嚟消暑嘅最佳水果不外乎西瓜，亦都係你由細畫到大嘅圖案。填顏色方面呢，我就會攞水去洗一洗呢一支水彩毛筆，可以令到水彩毛筆嘅顏色短暫地淡色啲，就更加似西瓜嘅淡紅色。西瓜嘅波浪紋呢，就係間住深綠色同埋淺綠色。由深綠色嘅時候呢，我都係會先洗一洗支筆，先用淡啲嘅深綠色畫咗個底。過1-2秒呢，其實啲深綠色都出翻嚟啦，咁就再喺淺綠色上面畫翻啲紋。西瓜嘅畫分布要不規則。夏天嘅消暑食品仲未畫完，有雪糕2杯，左手邊係軟雪糕，右手邊係雪糕球。雪糕筒兩個都係薑黃色。洗咗支筆先，由左至右咁樣填，填到右邊就已經開始深色，再由右至左咁樣畫翻少少陰影。喺3粒雪糕上面油翻啲糖果色系。雪糕筒下面手拎嘅招紙可以喺上面加翻啲黑色點點扮字。畫完雪糕就畫雪條。左手邊係朱古力脆皮，右手邊係波子汽水味。脆皮雪條畫咗啲點點之後呢，填深啡色嘅時候就要小心啲避開啲點點。波子汽水嗰邊就簡單咁填2行藍色落去。再隔籬我就真係想畫支波子汽水落去，樽身凹位嘅地方要畫翻啲凹坑。首先攞支紅筆嚟寫樽身嘅日文字，再畫埋其他紅色嘅位置，根據波子汽水嘅外表畫埋其他 details。樽身凹位嘅地方加少少淺藍色，而樽身嘅招紙方面呢，就用藍色嘅點點填滿。畫到啲字隔籬呢，就要留翻少少白邊俾佢。講到日本嘅夏天，點可能少得死褲水呢一種某啲人眼中最性感嘅泳衣？死褲水分咗白色同埋深藍色，用寶藍色筆去填滿呢一件泳衣。今次我就相反，由深至淺游2下就洗一洗筆，左邊深色右邊淺色咁樣畫個陰影。第二種比較日系可愛嘅就係抹胸嘅荷葉邊2件頭。第3種就係藍白間條初音色嘅比基尼。綁帶方面就咁用水筆畫。2件頭泳衣用深粉紅色去畫翻啲紋，同埋油翻邊邊嘅地方，輕輕洗走支筆嘅顏色，再用淺粉紅色填滿翻中間嘅位置。講起泳衣又要畫埋水泡呢一樣嘢，鴨仔嘅水泡我就覺得係最可愛嘅，後面亦都要畫埋經典嘅圓形水泡。洗一洗支鮮黃色嘅水彩毛筆去油呢一隻鴨仔，下面深色，上面反光位淺色。鴨嘴可以用啡色或者橙色嚟油，再畫埋佢圓碌碌嘅眼。再油埋泳圈上面紅色或者藍色，咁至於你油邊一隻色嘅話，就可以睇翻你成幅圖嘅構圖啦。會太多紅色或者藍色，咁你就用另一隻色。去沙灘玩嘅話，又點少得沙灘波呢？通常沙灘波上面啲顏色呢，都係紅色、綠色同埋黃色。日本嘅夏天呢，會有夏祭嘅活動，就成日都會玩呢一種水球，係佢哋玩遊戲嘅戰利品。5顏6色一粒粒咁掛喺手度。頭先個風鈴嘅裝飾呢，都畫咗金魚啦，咁另外就再畫啲大隻少少嘅金魚裝飾，再喺隔籬畫一啲佢哋游水嘅時候掀起嘅漣漪。我覺得日本嘅紙線呢，都好有夏天嘅代表性，上面用紅筆寫住個良字或者祭典嘅祭字，然後再用藍色嘅筆喺側邊翹一啲波浪紋出嚟，再用深啡色框
屈翻佢手柄嘅位置。夏天嘅動漫裏面呢，女主角就會戴住一頂草帽，然後着住一條白色好靚嘅裙。喺由頂帽顏色嘅時候呢，我就唔會填滿佢嘅，而係攞呢一支薑黃色嘅筆啦，去畫一啲井字形，即係草帽嘅紋路啊。咁當我要深色呢個地方呢，就會畫多一下，唔使填滿，亦都做到一個陰影效果。沙灘嘅概念仲未完，仲可以有啲貝殼同埋海星呢啲物體。海星填色方面呢，就會用點點嚟填滿，同埋跨翻佢其中一邊啲腳，取代將成隻腳油晒顏色。夏天熱啦啦，想涼爽啲嘅話呢，通常都會開翻個風扇。呢種傳統嘅座台式風扇呢，就好有懷舊嘅味道，仲好中意呢喺楓葉上面呢黐翻啲紙條，等佢哋吹起嘅時候呢，就喐下喐下，好得意。唔知有冇人見到風扇就會忍唔住對住佢啊！仲有一樣夏天我好中意嘅呢，就係蟬啊，因為讀書年代呢，只要有蟬叫呢，真係差唔多夏天就真係差唔多暑假啦。雖然其實所有昆蟲都唔討好噶啦，但至少佢嘅叫聲呢，可以令我諗起放假。角落頭有個細位呢，我就畫翻粒溶緊嘅冰。畫法好簡單，你只要畫一啲正方形嘅立體，線條可以保留少少彎彎曲曲，唔使直不甩嘅，因為佢已經開始溶緊啦。最後喺啲陰影位畫翻少少淺藍色，涼浸浸得嚟又諗起熱嘅感覺。去翻左下角嘅大空位，如果你嫌開風扇唔夠涼爽嘅話，咁你當然可以開冷氣啦，只不過電費貴少少啫。由細到大我都覺得開冷氣係一件好奢侈嘅事，因為屋企實在太窮啦，電費好貴。我上年因為太熱冇開冷氣瞓覺，然後生晒熱痱，我開頭仲以為自己敏感，笑死我啲同事啊！最後一樣要畫嘅呢，就係夏天嘅向日葵啦。向日葵成日都向住個太陽，感覺好正面，好開朗開心。我本身就8月出世嘅，向日葵亦都係8月嘅生日花，唯有係油咗啡色、淺黃色同埋深黃色嘅。向日葵側邊呢，就畫翻啲綠色嘅葉嚟襯托翻佢，不過葉嘅顏色最好唔好深色過朵花，所以要洗一洗支水彩毛筆先有。成版嘅空白格仔葉畫滿晒夏日嘅插圖，係咪好似一幅圖鑑咁樣呢？如果將佢哋畫得整齊少少，分翻類，又喺下面寫翻啲細字嘅話，就係一個真正嘅圖鑑啦。大家跟住我畫完嘅作品都可以 po 上網聽翻我㗎。